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健康饮食周报频道。你是否有遇到头发变得前躁易断或指甲脆弱的问题呢？你知道维生素 B7 可能是你的救星吗？在今天的影片中，我们将探讨令人惊叹的维生素 B7， 这个能够维持指甲和头发健康的关键营养素。你知道吗？虽然维生素 B7 也称为生物素，只是一种微量营养素，但它对于维持头发和指甲的健康非常重要。维生素 B7 不仅可以帮助头发和指甲增长，还可以改善它们的质地和外观。在本影片中，我们将探讨如何通过增加维生素 B7 的摄取量来改善头发和指甲的健康。维生素 B7 对头发的影响是什么？我们来讲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，维生素 B7。维生素 B7 有助于促进细胞分裂和新细胞生长，包括头皮细胞。这意味着，如果我们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B7， 我们的头皮就会长出更多的细胞，进而促进头发生长。那么，维生素 B7 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个非常聪明的工人，他知道如何建造新的房子。这些房子就像我们的头皮细胞，当有足够的工人维生素 B7 时，他们可以建造更多的房子细胞，使头皮变得更加健康，头发也能长得更长。让我们来看看数字。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取大约30至100微克的维生素 B7， 那么这是多还是少呢？我们可以把30微克比作一个小小的蚂蚁，而100微克就像一个蝴蝶一样。这些数字可能听起来很小，但它们对于促进头发生长非常重要。维生素 B7 有助于保持头发的健康状态，使其更加强韧、有光泽。让我们来想象一下，头发就像是我们的小宠物，需要照顾和保护。维生素 B7 就像是一位护士，它可以照顾我们的小宠物，让它们保持健康和充满活力。当头发得到足够的维生素 B7 时，它们就会变得更加强韧、有光泽。维生素 B7 就像是绳子上的小结，它可以使绳子变得更加强韧，不容易断裂。同样的，当你把头发比作一个房子时，维生素 B7 就像是房子的外墙，它可以保护房子不受外界风雨的侵损，让房子更加耐用。维生素 B7 有助于预防头发脱落和稀疏。让我们来想象一下，头发就像是我们的小花园，需要我们照顾和保护。维生素 B7 就像是一个花园里的护士，它可以照顾我们的小花园，让它们保持健康和美丽。当头发得到足够的维生素 B7 时，它们就会变得更加健康，不容易脱落和稀疏，就像我们的小花园一样，充满生气和活力。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吧。当你把头发比作一棵树时，维生素 B7 就像是树上的根系，它可以让树的根更加强大，从而支撑起更多的枝叶。同样的，当你把头发比作一张网时，维生素 B7 就像是网上的织线，它可以让网更加紧密，不容易出现空洞，从而保护我们的头发不易掉落。维生素 B7 可以帮助头皮维持健康状态，从而减少头皮屑的产生。让我们来想象一下，头皮就像是我们的城墙，需要我们经常打扫和保护。维生素 B7 就像是一个城墙里的清洁工，它可以为我们的城墙清扫污垢，从而让它们保持清洁和健康。当头皮得到足够的维生素 B7 时，它们就会变得更加健康，不容易出现头皮屑，就像我们的城墙一样，整洁无瑕。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吧。当你把头皮比作一个花圃时，维生素 B7 就像是花圃里的花匠，它可以为我们的花圃打理清洁，从而让花圃充满生机和活力。同样的，当你把头皮比作一个地铁隧道时，维生素 B7 就像是地铁隧道里的清洁工，它可以为我们的地铁隧道打扫前进，从而让地铁隧道更加整洁和健康。
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有些人的头发看起来又厚又密，而有些人的头发就看起来比较稀疏呢？就好像种植一块草皮一样，如果草皮上有足够的阳光、水分和养分，那草就会茂盛的生长，长得茂密又绿油油的。而如果草皮上缺乏这些元素，草就会长得稀疏、黄黄的。人的头发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当我们的身体缺乏营养素时，头发就会变得稀疏、脆弱，容易断裂。这时，维生素 B7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营养素。你可以把维生素 B7 想象成是头发生长的助推器，它可以帮助头发更快的生长，从而增加头发的密度。就像一架火箭需要燃料才能发射一样，头发也需要营养素才能茁壮成长。维生素 B7 对指甲的影响是什么？维生素 B7 对于指甲的生长有助益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身体就像是一座建筑物，每一个营养素就像是其中的一块砖头。有些砖头的功用是支撑建筑物的结构，而有些砖头则是负责让建筑物变得更加漂亮。维生素 B7 就像是其中一个美化建筑物的砖头，它能够让你的指甲变得更强壮、更长。就像你的指甲需要营养才能长得健康，建筑物也需要各种砖头才能建造出美丽的外观。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B7， 就像建筑物缺乏美化的砖头一样，你的指甲可能会变得脆弱或者长得很慢。维生素 B7 对于指甲质地和硬度的影响，我们都知道，指甲就像是我们的身体盔甲，保护我们的手指，让我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。但是，如果指甲的质地和硬度不好，就像盔甲受损一样，就容易让手指受伤或者感染。现在，想象一下你的指甲就像是一把锁，而维生素 B7 就像是开锁的钥匙。如果你的指甲的质地和硬度不好，就像锁住的钥匙一样，你需要找到一把专门开锁的钥匙来帮助你解决问题。这时，维生素 B7 就是那把开锁的钥匙，它能够改善你的指甲质地和硬度，就像专门开锁的钥匙能够让你轻松打开锁一样。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B7， 就像找不到专门开锁的钥匙一样，你的指甲就会变得脆弱和容易断裂。但是，如果你每天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B7， 就像找到了专门开锁的钥匙一样，你的指甲就会变得更强壮和健康。我们要谈谈维生素 B7 对于减少指甲易脆裂的情况。指甲就像是我们的身体盔甲，保护我们的手指，让我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。但是，如果指甲太容易脆裂，就像盔甲受损一样，就容易让手指受伤或者感染。现在，想象一下你的指甲就像是一条强壮的铁链，而维生素 B7 就像是加固链条的螺丝。如果链条上的螺丝松了，链条就容易断裂。但是如果你加固了螺丝，链条就会变得更加强壮，不容易断裂。这时，维生素 B7 就是那些加固链条的螺丝，它能够减少指甲易脆裂的情况，就像加固螺丝能够减少链条断裂的机会一样。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B7， 就像链条上没有加固螺丝一样，你的指甲就会变得更容易脆裂。但是，如果你每天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B7， 就像加固了螺丝一样，你的指甲就会变得更强壮，不容易脆裂。我们要谈谈维生素 B7 对于降低指甲分层的发生率。想象一下，你手上的指甲就像是一个蛋糕，由许多层蛋糕体组成。如果每层蛋糕体的粘合度不够好，就像蛋糕层没有粘在一起一样，整个蛋糕就会散开，让你的手指感到不舒服。这时，维生素 B7 就像是蛋糕层之间的粘合剂，能够增强蛋糕层的粘合度，让整个蛋糕更加坚固。如果你缺乏维生素 B7， 就像蛋糕层之间没有足够的粘合剂一样，你的指甲就会容易分层，感觉不太舒服。但是，如果你每天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B7， 就像给蛋糕层添加足够的粘合剂一样，你的指甲就会变得更加坚固，不容易分层。维生素 B7 丰富的食物和饮食建议。
我们要谈谈3种食物中含有多少维生素 B7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看一个鲜黄色的食物，它就是蛋黄。每100克的蛋黄中含有大约17微克的维生素 B7， 这意味着如果你吃掉一个蛋黄，你就可以摄取到大约7微克的维生素 B7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看看一种甜美的蔬菜——地瓜。每100克的地瓜中含有大约21微克的维生素 B7， 这意味着如果你吃掉100克的地瓜，你就可以摄取到大约21微克的维生素 B7。最后，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甜甜的水果，它就是香蕉。每100克的香蕉中含有大约 0.3 微克的维生素 B7， 这意味着如果你吃掉一根香蕉，你只能摄取到非常少量的维生素 B7。今天我们要介绍一道营养丰富，同时能增加维生素 B7 摄取量的美食——地瓜蛋黄鸡胸肉卷。首先，将地瓜削皮，切成长条状，然后将鸡胸肉切成薄片状，拍打轻微。接着，将蛋黄打散，加入适量的盐和黑胡椒调味，将地瓜条和鸡胸肉片分别放在砧板上，均匀的涂上蛋黄液。将砧板上的地瓜条和鸡胸肉片分别卷成卷状，接着将卷好的地瓜和鸡胸肉卷均匀的沾上面包糠。最后，将牛油放在平底锅中，加热至融化，将卷好的地瓜和鸡胸肉卷放入锅中煎至金黄色。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道既营养又美味的香蕉蛋黄沙拉，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7。食材介绍：新鲜香蕉、鸡蛋、牛奶、柠檬汁、橄榄油、芥末、盐、黑胡椒、葱花。制作方法：首先将鸡蛋煮熟，放凉后剥壳，取出蛋黄，切成小块状备用。然后将香蕉去皮，切成小块状，与蛋黄一起放入碗中。接着加入适量的牛奶和柠檬汁，搅拌均匀。再加入少量的橄榄油和芥末，调味后再次搅拌均匀。最后撒上盐、黑胡椒和葱花，轻轻搅拌即可。注意事项：在制作过程中，注意将所有食材均匀混合，以保持口感的一致性。如果你不太喜欢芥末的味道，可以减少芥末的使用量或者省略不用。如果你的沙拉太稠了，可以再加入少量的牛奶或柠檬汁调整口感。当你看完我们的影片之后，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想要和我们分享你的经验，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目标就是为观众提供有用的营养和健康信息，帮助你们过得更健康、更快乐。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那么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影片。同时，如果你认为这个影片对你的朋友、家人或者任何你认为有需要的人有帮助，请无私的分享给他们。我们相信，只有当大家一起学习和分享，我们才能够共同成长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。最后，感谢你们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